谢吧，谢吧。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这是国语跟台语夹杂的哈，所以应该都听有了，应该没有问题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怀抱着非常这个快乐的心情来迎接耶稣的诞生。好，接着来我们的救主降生，普天同庆，这是关乎全人类的大好消息。在至高之上，荣耀归给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阿门。我们节目即将开始，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精彩可期，而且最重要的是，有2位名不正经正的主持人来为大家服务。第一位就是建成之士台湾部长，要接吗？谁？我是莫里桑。另外一位就是在家栗子哥哥好，那我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也将穿插着有奖征答以及摸彩的活动。如果你还没有把摸彩券的摸彩联放到摸彩箱的，请赶快行动，把握机会。好，节目即将开始。好，在节目我们马上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请我们本堂的郑牧师来先为我们讲几句话。我们掌声欢迎郑牧师。牧师请讲。大家好。好。在晚会讲话都是不讨人喜悦的啦，因为大家都要看节目了，还讲什么呢？但是我今天报告各位我们大家圣诞节都知道有圣诞老公公，你知道有圣诞老婆婆吗？这样的话，老公公就很寂寞嘛，对不对？我让你们看一个图真的有圣诞老婆婆的。这张图在哪边？这张是在夏威夷。夏威夷是号称他们只有他们有圣诞老婆婆，然后别人只有圣诞老公公，他们是2个人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不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啊？不是，所以有没有老婆婆根本没有关系。我们要知道，圣诞节是耶稣的生日。那耶稣的生日，我们为什么要高兴呢？为什么我们每日见面都要讲圣诞快乐呢？要讲平安呢？耶稣要跟你有关系才可以啊！耶稣要带来一个喜乐才可以。那我们相信呢，每一个信主的人呢，他都能告诉你，为什么他有平安有喜乐？因为耶稣带来的平安，带来的喜乐。耶稣带来平安喜乐，所以他降生的时候我们很高兴。不然的话呢，别人生日你有什么好高兴的？是因为耶稣他会带来平安喜乐。不管有没有圣诞老公公或者老婆婆，主要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诞生。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犯的罪，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你就差遣你的爱子耶稣降生。他不是要来做王，也不是要来享受荣华富贵，而是要来为世人要定十字架，流宝血。用他的罪，用他的血来洗我们的罪。为了这样子，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在2000年之后的现在，我们一起还在庆祝，就是因为主耶稣你为我们带来的盼望，带来的永生，所以我们就非常的高兴，也带来了平安。我们盼望这好消息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在欢乐的节目中间，不是只有欢乐，而是真正的为了耶稣的降生而高兴。为此献上感恩，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再一次大家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真正的快乐哈！好，感谢。首先我们要请节目第一个节目的第一个节目的请先准备好，我们马上开始要进行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有奖征答，好不好？好，先举手的就叫起来回答。好，所以手要伸得快，我们的视力有限哦。如果离差不多3公里远的地方，拜托，对不起，看不到啊。沙老看我先。没开戏啊哈。请问，
两米哦，首先举起来的就有了哈。请问，主耶稣生在犹大地的哪一个城市？好，我们敬老尊贤哈。这边我刚刚看到一位我们的前辈，伯利恒。对了，好，伯利恒，过来联想。是的，伯利恒，在犹大地不是一个最小的城市，因为有位救主将从那里而出。好，我们小朋友几乎也准备就绪了哈。好，再来第二个问题是都非常简单哈，这等于是奉送题哈。第二个节目由我们的西莫利桑来发问好了。够。第二个问题，请问东方来的博士献给婴孩耶稣的3件礼物是哪3件？你有戴眼镜，你看得比较清楚啊。从这边算起，第7有1/2排，看完会旁边那一位。好了，这是你啊，这是你。还有什么？哎，答对了。过来分享。这3件礼物代表神的崇高、王的尊贵以及祭司的圣洁。好的，那我们第一个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请大家拭目以待。这是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们，我们大家演出唱游叫做《天父的花园》，我们掌声欢迎。
美啊。想当年我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摸彩券还没有放进摸彩箱的呢，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请您把握机会。今天有非常好的这个礼物跟奖品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非常欢迎各位都把他们今天的礼物都带回家啊！来。好，我们继续的再来有奖征答对的人，请到后面，请到那个请到这边来领奖品，然后摸彩，摸彩的到后面领奖品。好 ，OK， 好，好，来第3个问题，我们请问主耶稣是在什么地方受洗的？好，请举手。奇怪，这一题这么难吗？我们再问一次，这可能大家没有听清楚哦。再问一次。请问主耶稣是在什么河受洗？邱敏，如果再不举他会从今天我一直举到结束啊！好，邱敏来。答对了。好。紧接着上场的是独唱，是由松林大学的兄姐们刚刚来演出，他们要唱的歌曲有2首，第1首是《火球歌》，第2首是一切都是为了你啦，一切都为了你。好，第2首还会我颠倒，记得。好，有请松大的同学们出场，请掌声鼓励。接下来，西班牙的那个舞蹈，请准备。
自己不知道要讲什么。把那个投射灯全部关掉，谢谢。红灯没有开 ，OK。像天籁一般的歌声，非常的美妙，这声音真正是那天才哦。我们再次给他们热烈掌声，好不好？刷家，我们要来看到这个箱子了吗？好，要来摸彩喽！来，我们要摸彩的呢？我们要先摸出5个，这个叫做欢乐包啊。欢乐包是什么东西呢？等你得到奖之后，你就知道了啊。好，那我们现在请许福昌教育部长来播出5个奖项。你莫吃一规拢落来，就真快快。得奖者请到后面的地方领奖。好，大家平安哦。今下面做无有足侪单位吼，准备久久吼，因足努力伊遐准备。我知有真侪人安尼无眠无日，人困袂去吼，而且下要多谢因吼，下要感谢就是特别咱教会有真侪人当总务部吼，是迄个营单位吼，
拢替咱加来准备咱所有的器材吼，也要感谢咱的节目主持人啦吼，以上。好，谢谢部长。现在我们要公布今天第一个摸彩的名单了。那等一下拿到奖的呢，请到跟着后面到我们那个后面那边去领奖，好不好？哇，第一个是来做幸运的，这是咱的好朋友呢。控八控控控九金对不？不用播去关的是啦是啦，这种名你讲。好来，3209119，还等落啦吼。那我又袂对我台湾金猪长老教。好了，001760，陈锦丽，等等等。来，锦丽在哪里？来，我在旁边，我看到了。好，在后面。好，第二个004087，哇，这嘛是阮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咱的念耶稣，陈立宏。来，第三位001785，麦智辉哦，等位哪位的0966？好，那等位不管哦，我这个恭喜这3位，还有另外2位由我们的华大库长来宣布。华大库长，我华大库长，我是茉莉长。第4位得奖者是我们的圣乐队员，翁明月弟兄。最后一位是我们的张嘉欣小妹妹吧？张嘉欣。好，我是茉莉长。你知道西班牙的现在西班牙最有名的是什么？什么叫欧战危机了？现在不是有奖征答哈，现在这个不是有奖征答，你们两个，我有回答这一句，我就钦佩你了西班牙最对有人讲斗牛嘞3对3，3对3是斗牛，而且不能打篮球，斗牛。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这个节目就是要斗牛。其实我讲呀，他真正有一只牛在这边，大家比较糟糕对牛那么这个非常这个轻快的舞蹈叫做是弗朗明哥，由李传奇为大家表演，欢迎姐姐妹妹们出场吧！欢迎佛朗明哥舞蹈，掌声鼓励。
咱来讲继续抱爱一个吹落吼，就拢调伊啊，怎调的更高下，来，我们接着呢，那个敏哲长老在哪里？等一下请你来摸彩哈，请你到前面来准备。然后下一个节目麻烦请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再来个有奖征答，好不好啊？我感觉足有信心的，我本来想讲我起来会真紧张，你知道吗？你敢有紧张？你都真的无开了，你敢你我讲袂紧张，我就真奇怪啊！当你咧修理的时候，可能要头点外钟哦。我紧那我今晚嘞，明哲来未？来没有？好，明哲来，我们我们讲先有奖征答，说变摸彩，我们先有奖征答来。哦，我目挂煞无镜的吼。这条敢目镜无挂的，是目挂无镜。这条这个问题吼，敢若有较困难一丝啊。你来出这个题目啥啦？你是？还好啦。好，这个题目哦，来，请重听哈。犹太人的普尔节，节普洱茶哈。普洱节是为了纪念哪一位伟大的女性？请举手好不好？我就知道可能人数会比较少啊。你一点看无啦，我才有看到。不过伊只有第一摆，隔壁，哦，隔壁，敲门隔壁，来，大声念出来。以斯帖正确答案。以斯帖，东方之星。他是波斯王后，却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堂哥莫迪改的策划之下，解救了他们的同胞以色列人。真正是一个有耐力、够实力的建构路线。哦，好，那个奖品在上面那里哈。好，接下来这个题目我要先请大家先举手，我再来发问好不好？我喊1、2、3，大家就举手，我看哪个。我今麦紧就看，1、2、3。你前头前魔术讲拄则坐伫遮面，你话你甲魔术坐一位换位对啦。
好，来好，来上台。好了，请上台。哦，这个问题哦，这个问题有点困难，有点困难。你让我都回答哦。我叫谁在？题目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农场，鸡是鸭的4倍，鸭的脚又是猪的16倍，请问总共有几只脚？我才来到现在。不知道，鸡是鸭的4倍，鸭的脚是猪的16倍，请问这个农场总共有几只脚？我讲我哪知，我知你。这个有答案，如果有人知道，那我们就随便你啊，赶紧快。这个没有答案，不过我们给他掌声鼓励，这个勇气来好不好？我们也给他掌声鼓励，来。谢谢。没有回答问题就可以拿到奖品，你看这个往后留，奉送题好不好？来，再来一题有奖问答，说李飞讲。请问，嘉南教会设教至今已经有多少年了？我看到的那个应该是康姐啊，来，康姐几年？正确答案是今年啊，1965年到今年总共47年。OK， 好，我们现在要来进行这个摸彩啦。我们请敏哲长老为摸出5个这个欢乐包哈。第一位得奖的是001729赖文玲，恭喜你。第二位得奖的是004469陈立阳。第3位得奖的是刚刚第1位的亲人哈，004861蔡荣威先生，抽到夫妻都得到同样的奖啊，厉害。好，下一位得奖的是001796高安婷。最后一位得奖的是004477杨静问。谢谢你们长老为我们抽奖。我们等一下一个呢，请那个集会长老来帮我们抽奖，好不好？好，接下来这个节目呢，集会长老在吗？请等一下先到台前来哈。接下来这个节目哇，厉害了，这个，大家看到前面这有不言挖工，你知道？这样子挖工哦，这个是道具，非常厉害啊！我想请前面牧师啊，我们牧师娘可能要戴上那个安全帽因为接下来这个非常的精彩，这是特技才有的这个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但是今天我们不用花1毛钱，在这边就可以欣赏到这么精彩的节目。好，来，我们欢迎陈子良同学表演的花式扯铃。陈立良，我嘛，陈子良，掌声欢迎陈同学出场。
这个叫扯铃的哈。啊，阮囡仔的时啊，阮无咧升这，我们都那个打尖锣，打尖锣是啥？啊，感动，差不多类似是这样。我那个打尖锣登峰造极，啊，不过这样也够比咱给他关一斤哦，好不好看啊？好，不错。那我们接着下来再来有奖征答啊。 来，有奖征答，我们是注意了，对对对，我们3楼哦，因为它那个灯光哦照着我都看不到你们哦。我啊，好，看得到了哈。主持人好帅！你讲什么？再讲一次。 主持人好帅啊！哪一个好帅？2个都帅，好，我们不耽误节目的进行哦。来，我们站旁边一点，来，我们弄到伊拢，但节目拢免浪啊！来，注意哦，这次哦，楼下的就不用举手了哈。3楼的，请你们准备听，仔细听啊。 我们所敬拜的3位一体的上帝是哪3位格？哦，好，看到中间穿白色那个戴眼镜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白色的外套，紫色的 T 恤。哎，好，用大声回答好不好？圣父、圣子、圣灵。标准答案。圣父、圣子、圣灵。 接下来再给一个有奖问答，就是，请问，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天晚上，我们称为什么夜？预备，请举手。
好奇怪，这一题非常简单的题目，主耶稣诞生的那个夜晚，我们称为什么夜啊？预备，来。 叫做什么夜啊？好来，大夜，圣诞夜。哎，差一点点，我们再往旁边这个看看。平安夜。哦，那是谁家的女儿那么棒啊？哦，你看他都亲自介绍，叫廖伟光的女儿了啊，都知道了啊。好，等一下记得啊，跟那个上元阿伯哈，跟那个。 好，接下来我们请几位长老，我们抽出这次啊，让他抽比较多一点啊，因为我们前面的奖项还越来越大奖，所以还有很多，让他抽出10个，好不好？好 ，OK， 你这个他都奖金吧，所以听到这票。你这图这刚就串了，我比较刚刚我们讲串了10张啊，10张。好，我们看到这台上这几位。 这么天真活泼又可爱的小朋友啊，是不是勾起我们很多儿时的记忆呢？啊，一样，我这么度假款啊，现在比他们还高一点点，也好像是我的成长的过程哦。啊，以前我把是安利来，没关系，我们郑牧师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哈。好，来，第一张002115，002115，李光荣，哇，小小的奖项啊，不过大大的祝福，感谢。002128，廖曼轩，应该是先生，应该是小姐啊。好，来这一位，接下来这一位有趣了哈。 001779，你知道这一位是谁吗？这就是我们西伯利赏的夫人吴之源呐！哎，掌声给他鼓励鼓励，恭喜啊，恭喜！好，00哦，这个最大的祝福呢，004444树林远方啦，4个4啊，来，叫你这个。 有小翠儿，有小翠儿，好，这样要卷舌了，有小翠儿，小翠儿，好古代的女人，人就好，真的是004840，秋什么来着？秋竹啊，好，竹要卷舌，秋竹，来，好，看我们。 西伯利赏的。接下来004858李晨光，第二个是001782蔡恩琪，再来是001798于意涵、于义成，是不是？多了。没有，就这个于义成，我们就应该001798，来，接下来是004809，没有写名次，没有写名次，姓梅叫友，好，再来是001752天恩，天恩。 接下来的节目的名称叫做《蛮有能力》，是由儿童组写的小朋友们痛唱动跳，请掌声鼓励。好，热烈掌声。
演出非常精彩，非常的精彩。就这样这些小朋友都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家长的小孩子看一看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样的热烈，有这么的活泼，有这么样的感性我们真的还感谢我们的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上帝，谢谢，我们再一次给他们热烈掌声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要摸彩这接着下来已经进一级了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不告诉你们，就是不告诉你们，不要问我我们要请那个陈师母陈师母来帮我们抽奖8位奖品下一个节目的请准备来，第一个004883，廖什么廖圈文，不会念我们就用圈带过不要用叉廖圈文。来，帮忙一下呢。004859，詹丰玉，这个看得懂。来，004821，胡心怡。阿母呀记，沈安美4178。接下来是004844庄淑娟，再来各位要听004801庄福端，我们端妹接下来是001745柳，这里要记011745柳金君，我的计较了金君。接下来是004802蔡佳琪，这次的奖品是，无啦，我拄则我咧想着，拄则迄是刘怡君的款啦阮舅啊的查某囝，我叫袂记念，我叫推。我现在才想着，歹势拄则迄是，咱著讲奖品卖人讲等于才慢慢套咱靠神秘感真好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蛋字但是不是假的非常好，你们得到知道之后，你们就知道了好，来，接着下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要非常郑重跟他们介绍一下，来，这个有一段时间这个可能要大家要用心来体会用眼睛观赏，不是用眼睛听，用耳朵观赏，错的安尼唔对，我知影讲了唔对无要紧啦，你讲起来才袂紧张，我感觉真奇怪不过紧张是我的 style 我个人的兴趣你敢紧张？我紧张要怎主持？紧张叫我啦。给他看台中的。好了，就该对。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社青团契，要以诗歌来见证我们爱。社青的朋友们，请了，掌声鼓励。各位在场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好。我们是嘉南教会的社青团契。社青团契是一群出了社会，在社会上工作的社会青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3首好听的诗歌及3个很信仰、生活化的见证。首先，
让我们欢迎第一位见证的弟兄林祖恩弟兄，掌声！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现在正在找工作的，现在正在找工作的，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找工作的见证。在前年9月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刚好从军中退伍。那从军中退伍之后，我想说有一段时间呢，我可以到教会去服侍。那当然啦，像因为只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选择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教会。因为我觉得在这小一点的教会当中，我可以看到牧师在做什么，看到执事在做什么，看到传道在做什么。那这样的话呢，或许对我以后在服事上面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的教会呢，它有个社区发展协会。这社区发展协会呢，它就必须要去关怀这些社区的工作，那尤其是他要去美化一个公园，所以我的礼拜6的工作呢，就是要去美化公园。那我们就在公园的树上面呢，我们就去把兰花种在那个树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觉得说种花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种花也可以传福音。等到呢这些这是我之后离开，就是结束这个服事的工作，我去外面的时候，后来那个教会跟我讲，就是呢有一天呢，有一对夫妇他们在公园走路，他们说哇，怎么这公园的花那么漂亮？然后就跑去问那附近的人说，哎，这到底是谁去把它美化的？然后附近人就跟他说，哦，这边有一个那个社区发展协会就在教会，然后他们就因为这样子就去教会聚会了。对，所以呢，这个事情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体会，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些服事的时候，不管是大，不管是小，只要是我们认真做的话，上帝都会安排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边，甚至引导人来到教会。那接着呢，经过了这3个月之后呢，我在12月31号，前年的12月31号就结束了教会的工作。但在结束之前呢，我花了1个礼拜的时间去找工作。到了12月31号呢，我跟各位报告，我在1月3号就有一个工作在阳明大学跟台北文化工作。所以，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会预备一切的恩典，会预备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当然啦，在今天这个感恩的时刻里面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从小就是基督徒。或许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看电视新闻、电视广告的时候，有很多总统候选人在跟你讲说，哎，来，那个圣诞趴到我们这个县市来，我们这县市有好玩的，有好吃的。但是他们真的那么在意你圣诞节过得好不好吗？或者他们真的那么在意你生命过得好不好吗？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因为了要开 party 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他爱你。在约翰福音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你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你不会在意末日是不是要到，何况我们刚刚过了一个末日。所以呢，在这个季节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考一下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社青团契要带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将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你是神灵帮助我，使我生活老救我，
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我赞美北京美思，让我敬拜北京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北京永恒。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放，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的，叫我这美丽人必信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北京美词，让我敬拜北京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北京永恒。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放，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喂，大家好，我是社青团契文豪，好紧张，紧张还是我的时代啊。对，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见证哈，在上台之前，我跟刚刚那位魔术师，就是主任弟兄，我跟他分享说，人那么多，你会不会紧张？他说哦，一点不紧张，他曾经在400多个人面前见证过，哇塞！突然间觉得他好厉害。好，现在我们来进入主题。不知道现场的各位有没有人正想要换工作的？好，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它是在台北，那是在内湖科学园区。当时我的主管他非常的严格，他是属于那一种，我只要陈出的案子比较不尽他的意，他会用脏话来怒骂我。我来模拟一下他当时的情况。如果说是有脏话的话，就用 B 来带过。那就用台中带过好。好，台中，就是一直都是台中，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跟我自己讲说，哇塞，我一个那么文质彬彬的一个人，怎么可以接受这么一个主管来做我的主管？那当时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给了7年级生一个很就是把他们称之为一个叫族群叫草莓族，但是我是68年次的，就刚好不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这个时候我离开了，我也不算草莓族，反正我也不是7年级的，所以我就只好我就一直跟上帝祷告说，我要离开这间公司，一直在祷告了5年之后，我还是在这间公司。对，所以这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上帝都不理我？我只是祷告没有用，好吧，那我就不祷告了。在我不祷告之后的1个月，我就收到了面试通知，然后他通知我已经录取了，薪水很高，在那个信义区，这次跑到那个总统府那一边，不是市政府那一边，又更高档，但是薪水又很高，但是这对我来说真的好吗？其实没有，只是掉进了另外一个地狱，因为这一个公司的主管，他骂人不会用脏话，但是他
他骂人会让你想要从24楼跳下去的。对，那时候我在24楼，于是我就在工作了4个半月之后，我就愤然的跟他提出离职。那时候主管跟我说：“你找到工作了吗？”我就跟他说：“呀，我就是不做了，老子不干了，不好意思。”对，我就跟他说我不做了。那个时候我就跟主任弟兄一样，就是开始用一种比较沉淀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我就是一方面向上帝祷告说：“我要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去求，所以后来在2个礼拜之后，我就莫名其妙收到一个面试通知，然后我就去面试了。那时候我面试的是总务，然后我们总经理就说：“你之前是做采购的，你怎么不要试试看做采购？”于是我就又跑回采购，又跑回那个行业去了。但是后来我才发现，采购这一份工作才是我真正最想要做的。那为什么之前上帝他都不回应我？因为我想他应该是要让我，他一定是要让我在这一段过程之中找到我自己的路。有的时候我们向上帝求，上帝不回应，并不代表他不理你，而是他要让你自己亲自去发掘什么才是最适合我的。好，以上就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谢谢。当我悲伤难挨，诉不尽最深的悲哀，请来主，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颗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颗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我悲伤诉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在认识主以前呢，我其实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不觉得有什么需要。然而，虽然我的成长过程是相当的平顺，那出社会之后也有不错的工作，就是当个小主管，然后努力，而且也很认真。可实际上，我却感到非常的不快乐，甚至说会觉得非常的焦虑，因为每天的上班，每天生活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吃饭、睡觉，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然后日复一日，觉得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有一次，我观察到一位同事，虽然他也是工作上也是面临不少的困难，不过他却总是乐观来面对，没有怨言，仍然努力的把他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跟一般的同事不一样呢？那后来我才了解他是位基督徒，那就让我很想去了解说，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的喜乐？所以我就请他带我来教会看看。那我刚开始到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关怀还有带领之下呢，我也渐渐来认识这样的信仰。也从聚会当中呢，去深刻的了解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感动呢，我也决定受洗，成为神的儿女。那在信主之后，我的人生也改变得很大，尤其首先在工作上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常感到会焦虑。只要常常去想到圣经里的几句经文，像是腓立比书4章6至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还有马太福音第6章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每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心里就会想说，有神可以靠，真的很好。所以我就不会，凡事就不会过度的担心。反正我只要放心，尽力的把事情做好，不管事情做好做坏，我相信都有上帝的旨意。那另外呢，我在生活上也开始充满了喜乐。以前的我，对自己要求比较完美，总觉得很多事情做不好，压力很大。那现在我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罪人，因为耶稣才能洗净我们的罪。人本来就不是完美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软弱跟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也就不会再过度的要求自己完美，然后也会学习着说去接受他人的不完美。因为我相信靠着神的爱，我们都能够来乐观来面对困难，来迎接挑战。就像腓立比书4章4节说的，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最后，感谢神，借着他的儿女带领我来认识他。其实我在信仰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很多软弱不足的地方要继续努力。那我相信神永远会与我同在，让我有平安喜乐的生活，也祝福大家都能因着神的爱来彼此相爱。谢谢。这是一则很真实、很信仰生活化的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真实的活在我们弟兄的身上。我们接下来唱这首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上帝先爱
了我们。社青团契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每个人的脾气、个性、才能、职业甚至智能都不相同，但那又何妨？如同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一样，有红色，有白色，我们都有同样一位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诞生的耶稣。我们同样有一位圣洁无瑕疵的耶稣。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要来唱这首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表达出来，如同耶稣降生成为人，在这个欢庆的圣诞节里面为我们诞生。为了爱我的团契以及我爱的团契，小女子不才也学了吉他，想要献给我最爱的社青团契。现在我们要来唱这首歌，献给扶持我们，养育我们的迦南教会，献给我们最爱的迦南教会。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好不好？在这个圣诞节里面，现在就让我们牵起左右边你爱人的手，告诉他：上帝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爱你，我也爱你。
美丽的歌声，美丽的见证，我们可以从这些年轻人的这个目光中看到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感谢他们，我们也更感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当天来讲啊？我靠了马去啊，是变啦。你马去嘛，莫讲个很长的那个时间，他马去，这个心，这个肩胛老疼，这个腰骨疼痛，椎间盘痛痛，请拍控八控控。我哪个快到摸上？来，我们再来摸彩好不好？好，我们请民进长老到前面来。在摸彩以前，我们先再来2个有奖征答，好不好？好，我讲什么你们都好。请问我们嘉南教会的4位牧者，他们的名字分别怎么称呼？你这样不要给他笑一下，要把深度就没那个猜啊！来，请举手。来，那个民进长老也忘了。民进夫人，来，郑人，许成凯，加多些啊，陈博士，陈博志陈博士，来，刘英燕，来，标准答案，牧师、郑正南牧师、嘉邦、东基牧师、陈牧师、社区牧师、许牧师、青年传道、刘传道，谢谢。好，来最后一个有奖征答，最后一个有奖征答是这样的，请问主耶稣第一次行神迹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来，主耶稣第一次行神迹在什么地方？来，我就在我们中间这个好不好？好，就是你了，大声一点。对的，这标准答案，加利利的迦南，他把水变成了酒，而且是上等的酒。好，我们掌声好，鼓励一下，好，现在我们来摸彩哈，现在是我们要摸出的是第15奖保温瓶保温瓶来，这个摸一个，好，你再一张，再来，长老。空空4879，康文杰长老。接下来是第14奖，桌上型喇叭这样奖品越来越丰富的14奖就好，这样你可以想到第1特奖是什么了接下来，你拢平时自己我了解。空空1731，诚心。好，接下来第13奖越来越精彩这个有4个奖移动型的桌灯我们有4位移动型的桌灯，越来越精彩啦你们慢点，这我看我。不啦，这个我懂。1758，头前空空咱就免省略啦这个讲空空的时候要讲几落秒钟我即摆咧讲嘛，几落秒钟去1758，谢以恩。好，这个是第13奖还有一个4835礼仪。接下来是2143陈月珠，6流陈月珠。接下来是4806李奥阳。好，我们等一下
谢谢林长老。啊，等一下我们再请那个顺正长老再为我们招，请顺正长老稍微准备一下。好了，接下来厉害了，接下来是什么节目呢？好，接下来是由这个哇，等会晚上这条有看不看？松原团契的长辈们哦，要来演这个哇，厉害！赞美操啊，赞美操啊，两首哈，两段，第一段是神爱世人，以及万国万民都快乐欢呼。咱这的时代吼，因的年纪吼，上年长的，像爸爸，伊是交活原理出世，甲今年交活咯，101年多80啦。交活哦，上年轻的嘛已经60外5000条丝吼，不一定啦，不一定。因的会所拢都加起来多1000控告2000。好，来掌声鼓励起来了。好，好，我们好好的欣赏来。好，下一个节目请准备哈。心。
的声，因为你要照讲着生活的梦，你做情的万苦万难。上帝啊，愿也万福落你，愿讲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讲着生活的梦，你做情的万苦万难。我的盼望我你，我的盼望我你，为你出高山，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别处风管，上帝别处风管，别处风管，上帝别处风管，对的世界都没因为你，对的世界都没因为你。非常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哦。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我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敢唔知我到面顶行安尼长长条毛，那可能到面顶啊我。真正不简单哦，好不好？我们再次给他们热烈掌声，对哦，恭喜咱的阿公阿妈哦，而家看到阿母感动啊！
话，男性的保护赛吼，就我们点的啦。来紧接着我们还是再来抽奖哦，奖品越来越精彩了。好，今麦过来是第几种？我看看，哦，12奖了哈。今麦我们12奖。 这个森宝的烤箱哦，请顺正长老，顺正长老，我们都是那个等一下那个廖孙长老请准备哈。一个小一个，然后给我们一个，还没有中奖哦，加油！好，再来。讲的是1055一孔公哦，陈春菊，再来是吹风机哈，再来吹风机。讲的是。 树板树山，什么名？什么大名？树板树山名，好，来，有什么娃娃给还看我？老佛头，无权什么种？号码我再讲一遍哦，4843，好吧？好，刚才拿号码哈。 接下来是2164，好，这个是磨豆机，磨豆机哈，廖松辉长老。哦，今天我来念2个，好，再两个啊，接下来是第9奖哦，贵格氧气人生礼盒，人生哦，人生要活得精彩才有目的啊，这个人生以及的人生哦，人生，来韩国最好来1770。 杜思雨，杜恩雨，我唔知你哦，差几年，你恩甲思拢咧才讲咧。4825，李文恩，好，我们谢谢孙正长老，我们抽出奖品好，接下来呢，这个太厉害了哦。 今晚吼，这个是愈来愈精彩。什么这个方面？这吼是我看者，念我较顺一丝啊哈。这是历久不衰的这个百老汇的这个歌舞剧，或者 CAT 哦，这上面的猫吼，小鱼啊，都里面的猫剧啦哈。但这个猫剧不简单哦，因为这个猫剧内底哦，饰演这个母猫的母猫的有一个就是我的老婆哈，这几个反映新仔小伙啦，这个哈，这个不错，好，这个安尼，对了，我们要请第一次哈，感谢一个人哈，这个人就是编曲这个。今天晚上的舞蹈大多是由我们的。 魏敏华老师来指导，所以我们掌声。魏敏华在哪里？魏敏华老师，在楼上哦。我们再给他热烈掌声好不好？敏华确实不简单哦。要我们圣诞节还是复活节之类的哦，有特别的节目，这个舞蹈方面哦，真的是他都怎样请全力以赴啊那样。 怎样给我们教会的贡献对我们视觉感官都有很好的这个响应，我们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猫剧来，掌声鼓励鼓励！适合有氧舞蹈的武林高手们能让你演出，欢迎他们出场。现在看到呢，在我们舞台的正中间，这些猫呢，它们都是非常的快乐的，非常喜乐，非常的平安。那在我们后面的这些猫，有没有看到？它们也拿着拐杖，它们也有的眼睛瞎了，有的聋了，都听不见的，它们有很多的疾病。可是呢，当它们看到这个十字架的光芒的时候，它们有信心。 有了这个信仰，有了这个依靠，然后他们就会变成一个跟前面一样快乐、幸福、平安、喜乐的猫。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猫剧。
很可爱的猫哈，也很恐怖的猫。跟其中一个我某咧，恁知影多少啊？知啦吼。哦，伊若没有卸妆的话，我下暗绝对唔敢去开。有这个鸟气，无咧好看法尔哈。好，我们继续请那个廖勋长老来为我们摸彩好吗？来。好，接下来我们要摸奖的是第8奖8奖是这个有2个哈，来行动电源2张哈，行动电源哈，电源这一配流的时候有隔源绝缘哦，不会跟流的。好首先是2144庄凯安长老，庄凯安。接下来是1771，王朝正。朝正你知啥物人？翠林银行吼，是啦，无对啦，王朝正吼。接下来是4893，邱宇成。好，这个是第几奖啊？第7奖啊，这行车记录器哦。487啊。对，等一下我的这个行车记录器只有1个而已。好。对，是啊。
没有，行车记录器只有一个而已。好，今天3个，就这样啊，就这样啊。这个先，哦，刚才你也无念，我来给你买一个行车记录器啊。先放回去哈，因为接下来是比较大的哦。哦哟，嘎仔，因为台湾都姓严啊啥的哦。还好，没有讲出来哈。好来，接着下来呢，好来，子弟班请到楼下集合了，好吧？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2段的花式扯铃。首先是由桃园国中的邱显佳同学表演，紧接着是我们101年体委会的国小男子组第1名的蔡少杰同学要的演出，欢迎他们出场。我们请那个附注下一次的奖品，请到前面稍后。来，给个掌声鼓励好不好？表演的一部分哈，这是故意的哈。
这个厉害哦，这个厉害哦，好。来点过去。注意哦，注意哦。好，前面小朋友稍微往后面一点，好吗？接下来厉害啦啊！一次2个、3个、5个、7个、8个、6个啊，6个。注意看哦，腾起来哦。要大显威风，所以腾起来。恁那拢安笑大家欢喜这样。做什么？
太厉害了！哎，曾几何时哈，曾几何时，我看到爸爸讲，我要手电的。我是讲生轮胎了，你认啦？轮胎有我的功能就算讲了啊，好来，我们废话不多说，接着我们还是再来抽奖好不好？摸彩啊！哎，那个副村长老啊。那等一下，下一个摸彩的就是我们每位长老哈，每位长老等一下也麻烦您准备一下，帮我摸彩。现在我们要摸奖的是，首先是学青团契的同学，请到地下1楼集合。好，学青团契的请到地下1楼集合。现在我们要摸奖的就是1楼集合。哇，这个卤素电暖器这有2个哈，两个，卤素电暖器2个。我唔捌听过这卤素是安怎这个电暖器是安怎卤是个空吧，是个卤吧，这种卤素电暖器哦。是有我卤素的碳素。卤素这个是抽一个数的一个。因我们现在公共人力网好，要不多说了。好，摸这个，一个摸到了4847，你来看无好，来看无你就提我。看无我嘛是看无。这我相信是3字无唔对啦，圈好了，4847啊，4847，看你去后面领奖了。接下来是1852，徐怡美，那个是。如果名字念错的话，你就去看那个号码就可以了。来好，接下来第5奖了哈。第5奖还有1名，这个果汁机好，抽中果汁机的是1748号的李奇恩。李奇恩我这是李竹英的。我李竹英我早点。我今日念唔对啦，拄则迄个机会，人你讲念无去啊你。好来，好，接着下一个节目啊。我们现在要上场的是由田淑仪老师指导的直笛班，来为大家演奏四季组曲，台湾民谣，请鼓掌欢迎他们出场。掌声鼓励鼓励。请把电灯打开，投影灯不要，请后面的人帮忙把日光灯打开，谢谢。每位长老麻烦。请坐1楼后面的帮忙把日光灯打开。投影灯拜托坐后面的投影灯那个不是投影灯，对不起，1楼的那个教会的那个照明灯，水银的照明灯。来，第二个也可以打开。入春落雨到清明，一日落雨是日清，
大自然对当立春一片欣欣向荣，上帝的子民唱出四季风，春风花声。换网啊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热天要到做事人，一面做事一面唱，唱出6月月里农村曲。秋分日暝对分，心事重重，袂晓交托，只有夜愁。
咱台湾民间内面有真侪好食的点心、宵夜，是咱对细汉就食到大汉。亲像蚵仔面线、烧的豆花、臭豆腐、打面、卤肉饭、油炸粿，也是咧煎烧烧的煎粿。咱若烧着就互要流嘴烂。人咧讲，正月寒死猪，二月寒死牛，三月寒死抱田牛。伫寒冷的天气中，若通食一粒烧肉粽，毋知要偌好咧。肉粽，烧肉粽，烧的肉粽。来接受着上帝奇异的恩典，只是要请咱看几位做伙用国语版的奇异的恩典来做伙唱歌来看音乐。做伙来唱哦。
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感谢神。好，我们继续。请学青的，他们已经在后面准备，在他们准备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再抽2个奖，这2个奖项是已经到了第4奖了。好，现在是这2个奖项是什么呢？这不用卖关子，这是不错的，这个是上豪电磁炉电磁炉哦，更也当好啊，我们吹啥要吃啥都会哈，唔知。两个哈。好，首先抽中的有没有名字？但是他的号码是4810，就根据这个号码去领奖吧。4810叫圈的啊。接下来得奖的是4828，底大地，这个名字那么强烈，大地，谢谢。好。下一个我们要抽的呢，就是第3奖了。我们要请传道稍微准备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第3个节目，就是抓马是什么呢？抓马。一答公正，抓马就是戏剧。抓马就是戏剧哈，戏剧。这个戏剧的名称呢？戏剧的名称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好，大家看了就知哈。看了就清楚了。好，我们热烈掌声，学青来起好。永显，关灯啊！呀，跟我丢了地，关灯好不好？在那里，再往前走。妹妹，其实你长得也还不错。
消息，什么奇怪的东西啊？算了。今天是圣诞节啦，好日子有没有凶风？来去唱妹妹啊，来呀！哇，妹妹长得好正哦，来给你们拍一下啦。拍什么啦？你要拍耶，不好，现在没什么时间，先顶了先顶了，而且炫耀东西，炫什么东西？而且你长得这么丑。你知道你本是谁吗？你本丁耀的牙像天上涌出来，嘎对，这么有名的人，你竟然不知道，跟我就对了，走，你看我身上这只9999纯净，这么高级的东西，这么厉害，来，我们去 happy 一下好不好？不要了，想跟着你呀！为什么不要？你身上这些东西跟我身上这些东西太像了吧？哦，我告诉你，我身上这件一边卖699，北仓货变39999.999，这么高级的东西，我穿过。LV 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是 LV？ 为什么知道？很简单，你买过几千件、几千件，跟随我的。真的假的？真的，来，买 LV 看场电影，再去狂欢1整晚。走，你有看到我的车在这边？有啊，哇，好吓人啊！对，有没有？宾士3.1是1596。哇，还有白色的衣服。哇，对，我们都只会这么帅的车，走，我们去玩，我们就坐那个黑色条纹、蓝色的裤子，这么帅的车，就是那辆的，就是只有像我这种帅哥才开得起的。走，我们边开比。来，Hey baby。谁打给我？喂，没有钱，你们也会打爆了。好，我去救你，不要哭，再见，拜拜。无论是心理、口里、行为上的罪，只要我们向上帝认罪，并接受耶稣的救恩，上帝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哎，帅哥，帅哥，我觉得你长得好帅啊！都在排队。哎呀，而且我觉得，你们不觉得他很像罗志祥吗？想要我自己。上帝是富足的神，他何等希望他的儿女们可以凡事富足，以致他们能去与人分享，把爱和祝福传递出去。哎呦，你干嘛撞我？你看我今天都要头塌了，要怎么背？挂掉，我1秒钟顶端那也赔得起。哦，谁要你这种人头臭味的人啊？你算有必要，你算是什么事情吗？好，我叫你看，到底是你的钱还是我算？给我保到这边。好，来啊。这边。对。好
香哦。主啊，我把心中的沮丧、忧虑交给你，因为你是赐喜乐、赐平安的上帝。主啊，帮助我遇到任何困难时，都能信靠你，并且让我仍然可以靠主喜乐，睡眠也不受影响。喂，哦好，今天101000点。毫高斯，2000毫高斯。小姐，你看3000毫高斯哎，有没有看到？你只要当天电直播经过你的脑细胞跟脑细胞产生化学反应之后，就会有癌细胞，这样你会死掉。你花我很多时间，然后我这时间可以赚很多钱吗？好高就是钱吗？好，不然我要去赚钱。拜托，手机拿 HTC 不会污口吗？这个世界上充射电磁波。虽然我一生中研究出了那么多东西，甚至找到了干细胞，但一天24小时不睡觉不吃饭，让我现在这样看起来像是80岁，其实我只有40岁。如果我能够把干细胞用得更好，那就太棒了。上帝的能力胜过一切疾病，并且耶稣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痛苦和疾病，使信靠他的人都能经历病得医治的恩典。你在害什么啊？我已经帮你找出干细胞了，为什么你还要叹气呢？干细胞是什么？啊，你看这里有写哦，干细胞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可以呢变成世界上任何一种细胞，所以你这样子你就不会死掉了。可是干细胞最后还是会变成癌细胞，那不如你现在去死吧。等一下啦，你听我说，这里有写哦，癌细胞它也是细胞嘛，所以呢，干细胞也是可以变成癌细胞，所以这样子你还是不会死啊。可是这样总更快乐啊。也不是这样吧，因为我替大家找出了干细胞，所以这样子大家都可以活得更久，这样子大家都有机会去寻找他自己的快乐，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那样的。那你快乐吗？既然不快乐，那不如去死算了。等一下啦，快乐吗？我替大家找出了干细胞，所以我很快乐，对，我很快乐。那你的家人呢？他们在哪？知道吗？家人，他们现在好吗？主啊，让我们家能够彼此付出真诚的关心，真实的彼此相爱。也请你使我家中的冲突能得到好的解决，沟通也能得到改善。
有个人真正来爱我，也是我真正爱的人。难道有这么困难吗？为什么那个人一直都迟迟不肯出现呢？我觉得我活得好没有尊严啊！我天天在追星，连别人用过的卫生纸都像跟黄金一样，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呢？帅有什么用呢？每个人只为了我帅来关心我，我希望会有真正的人来关心我。钱，什么都是钱。这世界真的那么需要钱吗？我想是我想太多了。可是我的盼望在哪里呢？我虽然找出了干细胞，但我的健康，我的家人，他们在哪里呢？我希望我一开始就能找到自己生命中的方向。空虚的空虚，唉，我连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真是希望我能知道我活着的意义。